大家好啊，我係店長 Alex 啊。正所謂人靠衣裝，車靠改裝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嘅就係無敵兔嘅套餐，餐單裏邊一共有22個項目咁多嘅。而家準備同大家介紹一次嘅，喺今次改完車之後，亦都會即時走翻一轉龍翔道嘅小山坡。其後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改咗車之後嘅騎行感受嘅。日後如果你哋有興趣想了解更多關於無敵兔嘅最 update 嘅資訊，可以加入我嘅 Facebook 群組裏，群組名稱 Rum5D2 無敵兔關注組，記得後面係有黃金單車地帶先至係屬於小弟嘅群組啊！好啦，廢話我就講完啦，而家即時去片。一次過同大家掃晒22項嘅餐單，唔知邊一樣嘢啱大家嘅胃口呢？唔怕老實同你哋講啊，呢22項嘅餐單其實都係好啱我嘅胃口㗎。而家我再同大家睇一睇呢22個配件裝咗上去嘅時候，到底有咩分別？同時間同大家旁述一下，讓大家可以了解更加清楚。呢個係 Rum 嘅自家品牌車頭防水袋，容量大約係10 lit 左右啦。我覺得佢個 size 恰到好處，而且仲可以攞嚟做斜孭袋添嘅。呢4粒綠色嘅鋼牙螺絲呢，絕對有畫龍點睛嘅感受啊，非常之吸睛。再配埋呢一條3K 啞光面嘅碳纖車頭把，即刻覺得醒神晒啊！Shimano 嘅 Dior 指撥，而且佢仲有雙重方向嘅回波功能嘅。跟住再同大家展示一下佢嘅轉波反應同埋準確性嘅。呢對3D 打印嘅牛角手筒呢，感覺就好似着咗有氣墊嘅波鞋，隔住地面嘅震動之餘，亦都可以減低手汗嘅。綠色嘅啤領頂蓋同埋呢一個一體化嘅豬鼻連燈架。呢條馬牌車胎出晒名咬地，而且仲好襟用添啊！其實我都幾喜歡嘅。
日本 Shimano 嘅樹脂剎車皮，放喺車頭部分呢，會令到剎車唔會太急之餘，又不失佢嘅制動能力，感覺上就好似加咗柔順劑咁樣，非常 smooth 啊。日本 Shimano 有金屬散熱嘅剎車皮放喺後面呢，會令制動能力更加兇狠，肯定可以幫助到長命車嘅時候嘅制動能力。落到山腳嘅時候都唔會腳仔軟啊！呢個座管拉機睇落去，大家應該好似有似曾相識嘅感覺啊！冇錯啊，佢就係 Jafra-Neo 嘅原廠拉機啊！我覺得佢比原裝嘅拉機拉得更加緊，最緊要嘅就係佢拉得更加舒服同埋更加慳力。可伸縮嘅拉桿配埋呢個80mm 嘅加大輪圈，推車嘅時候會更加暢順，而且一定唔會反車添啊！台灣品牌 HH 嘅鋁合金貨架，性價比極高嘅 RC 啤領腳踏，KMC 嘅 DLC 11 Speed 嘅單車鏈，前旗艦嘅碳纖座位，我個人比較喜歡呢一個有開窿嘅款式，而且佢仲有3K 嘅碳纖紋路。既然橫掂都擺咗張前旗艦嘅碳纖維座位落去啦，都唔爭再擺埋張前旗艦嘅碳纖座管啦。原來加咗咁多嘢落去，計埋腳踏都係7.97 kg。原因好簡單，一定係贏在起跑線啊！好啦，一切準備就緒，感覺非常良好啊！而家準備出發。
改完呢部車之後，明顯發現真係有非常之唔同嘅地方嘅。試完車之後，令我最體會深刻嘅呢，就係車胎嘅咬地能力同埋剎車嘅表現啦。雖然車胎同埋剎車皮都仲未進入最佳嘅狀態，但係都已經超越咗原裝車嘅一大段距離啦。另外改裝咗嘅碳纖把手雖然比原裝只係長咗20mm啊，但係穩定性亦都明顯增強咗，而且角度亦都更加舒適。配合埋佢嘅3D 碳纖手筒，簡直係 perfect。仲有最後嘅就係佢嘅單車齒輪片由50T 改為52T，雖然只係增加咗2T啊，但係整體嘅車速表現已經平均咗好多啦。所以話人靠衣裝，車就一定要靠改裝啊！好啦，今集我哋分享到呢一度先，下一集我哋再見，拜拜。